台灣大學這語文中心有開台語課，分做是初階台語甲進階台語。上這門課要到10年的老師就表示講，真濟來學台語的國際學生，除了是希望加了解台灣文化、親近台灣的朋友以外，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厝內面有親人就是台灣人。真濟國際學生表示講，學台語的聲調真無簡單，有的人會透過看台語節目、唱台語歌來加了解台語。練習詞一下，來，早起。早起時。老師講一句，學生對得學一句，這是台灣大學語文中心開的台語課。有一本學生表示，在日本讀冊的時，就知影台灣的語言除了華語，也有台語。但來台灣讀冊，因希望學台語來強化甲台灣朋友的關係。有的人嘛會看影音作品，加接觸台語。中文也是可以，算是一個溝通的工具之一。但是台語的話，用對方的母語的話，更容易做朋友呢，更容易關係變得更好。我有看過台語的電視劇，就蠻好看，所以這也是學台語的動機。也有來自法國的學生講，因為伊的阿母是台灣人，希望以後通用台語甲台灣的親人講話，嘛強調台語聲調變化會影響語詞的意思，這是法語無的特色。這法文你是用你的口氣來說話，所以用你口氣就是知道你可能比較累啊，比較生氣啊，不知道這些。可是台語是你不能變太多，因為變太多那個可能那個字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。對。台大的台語課有分初級台語甲進階台語，這門課教要10年的陳鴻輝老師指出，會來學台語的國際學生，多數對台語羅馬字的學習較無心理障礙，有當時也比台灣人學較緊。初級的部分當然就是愛先對基本的羅馬字開始教，羅馬字教了，然後較底句的先開始講。當然咱是有一課一個主題啦吼。進階基本上就是較長的句，然後佮補充較濟。可能是咱的在地一寡風俗習慣啊，是啥物文化啦、歌謠啥物安尼。陳鴻輝表示，多數國際學生在學華語以後，有關有想要學台灣在地語言的熱情。雖然欠缺語感甲語言環境，對因來講，台語聲調較歹學。不過，我靠羅馬字甲變調規則來學有關係，會當下過這個難關。記者盧尚祖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